各位兄姐平安，咱即是安静心，今仔日的敬拜，请走讲。看兄弟好好，三角徛起，是何等的好，何等的快乐。这通比拼迄个贵气的油，天伫头壳顶，流到喙手，就是阿伦的喙手，佮流到伊的衫裙，也通比拼乌门的露水落伫锡安遮的山，因为伫遐摇花有定着四方。就是永远的活命，这是要来点睛，请青年。咱搁再点第一甲第二支来讲一个蜡烛。
上来分享欢喜，互咱所听人。先知生烦恼，爱咱着欢呼欢喜，因为上帝要治治伊的百姓，互咱重新得到疼。当耶稣降生伫伯利恒，天使对雇用的人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有大喜的好消息，互万百姓拢有份。这是耶稣出世的好消息，甲平安的应允。这也是咱今仔日所期待的好消息。保罗提醒每一位基督徒，要伫上帝常常欢喜。第3支6节是互咱知，伫耶稣基督，咱有欢喜。这是来吟圣诗第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会众请起立。永
咱犹原徛咧，用四读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48篇，也是以赛亚书53章。恁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眼孵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人毋面毋看伊，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抢插，为着咱的罪过受拔喙。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就是上主的旨意，予伊受鞭拍、受苦楚。伊会当岁寿，看着子子孙孙。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也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咱三甲额头来感谢，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疼世间人，透过圣囝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互阮有罪的人成做你的囝儿。成做上帝国的国民，会当享受属天永生的福分。阮伫过去的年日，无珍惜主你所赏赐的福分，无够谦卑顺服你所教示阮的大诫命，来实行所交代大使命，至到亏欠上帝你的荣耀，求主赦免，也加添阮的气力、智慧，会当专心专力。为主来传福音，
互万百姓成做主的学生。主啊，今仔日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日，我们用牧者牧养会友属灵的生命，会友照顾牧者属地的生活，成做阮的心志，关怀照顾牧者一生的生活无欠缺，落实伫你的听伫世上甲牧者的心上。主啊，阮今仔日也要举行即个圣礼典，阮也真欢喜，有4个人要来受洗加入即个汤教会的大家庭，成做天国的子民，上帝的囝儿，共同来享受主耶稣饼甲杯的福分，来甲主相连结。主啊，求你也用牧师今仔日所讲的话来激励阮、教示阮。愿主圣神引带阮，开阮属灵的目睭，明白上帝你的旨意，照你所教示的来遵探来行。阮今仔日用诗歌，用你的话来敬拜学了你，求你安静阮的心，圣神甲阮同在，互阮每一个人拢诚做芳的祭来献互你。求主监察阮，阮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9节，第2段是5章12节到13节，和合本是291面，汉语本是235面。论听兄弟，毋免写批互恁，因为恁家己受着上帝的教示，互恁大家相听。第2节，第5章12节到13节，兄弟啊，阮求恁原来伫恁中间着磨，踮伫主治理恁，警戒恁的，恁着捌伊，为着因所做的工。恁着伫仁爱大大尊敬因，恁大家着和睦。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时赞美，要请圣歌队圣诞哈利路亚。Thank you.
电火顺花去吼，咱有咱准备心吼，刚刚来听书来正道吼，正道表示彼此尊重相听。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唔免惊啦，咱有点肉食。所以啊，牧师才讲光光，甲讲了就要光起来。好，咱真领受上帝的话语以及分享进前，咱做一届做伙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愿你的神伫阮每一届主你的事。你拢守赐互阮欢喜的心，来到你的面头前，因为你用听来甲阮呼召，你嘛通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牺牲，来表明你对阮听的真实。今仔日，阮要通过保罗的批信，伊内底的教示，搁一角来得到提醒，命合互阮来学会晓。若是甲主上帝你来建立关系，来当和阮的兄弟姊妹来建立一个三听三关怀的关系。愿主上帝你来帮助阮下面分享，让你信心的运行，让你信心的充满，守住互阮逐人无共款的亮光甲启示。愿安尼愿你仰望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日本有一个广播的一个协会，号做 NHK。我相信咱厝内底有第4台，咱伫遥控器一下试，绝对拢会试到即个日本台。我问你有试过无 ？NHK 日本台？毋捌吼，好，免惊吓，迄是牧师讲话有亏咱啦吼。不过爱注意安全啦吼。即个 NHK 即个广播。即个协会，因捌用2天的时间去追踪日本有到32000个即个所谓无言死的人的故事，32000位哦，32000位即个无言死的人的故事。即个 NHK 所制作的即个节目，号做无言的社会啦。无言的社会，即个节目后来嘛成做即个一本册，啊，即个节目也是讲即本册，伊是咧讲啥？伊是咧探讨讲人际关系疏远的即个议题，人际关系疏远的即个议题。啊，咱看即本册，也是讲即个节目所讲的无言的社会。啊，即个日本节目讲的无言是咧讲啥？原来因讲的无言是讲一个人。伊失去了人生的社缘、血缘、甲地缘啦。社缘是啥？社会的社缘、血缘跟地缘吼。社缘、血缘、甲地缘等等3大缘的即个所有的即个结连。啊，即个节目因显示出讲，因为人类社会伫即个快速成长的过程中间，互经济会当结连即人际关系的即个传统。渐渐消失，直到有的人伊甲其他的人，甚至是甲家己的亲人，愈来愈疏远，愈来愈无关系。直到讲，伫日本有真侪孤单的老人，因家己一个人住伫青云的所在，无人照顾，无人关心，甚至到因过身的时，嘛无人来认，甚至无人知影。我毋知恁过去有看过新闻，日本有真侪即种孤独老人的无？拢无人关心无，甚至过身啊，足久拢无人知，一直到安那，迄房东想讲啊奇怪，较遮久无来纳厝税，啊闻着怪味较安那，发现讲哇，这孤单老人无缘死，伊是安那？伊失去了即个社缘、血缘甲地缘，伊甲即个社会完全无缘死。有人讲，即个无缘的社会，是因为咱的社会都市化，也是讲网络化、电脑化，也是讲咱的人口老化必然的即个现象。无毋对，咱会将这代志来怪罪讲啊，这是社会结构的问题。总是咱应该爱回头，搁较深入来知影讲，其实这嘛是人自私、无彼此关怀所产生的即个结果。
人甲人之间彼此无关心自私、检采，真正会受到即个社会结构的即个影响。总是咱真正爱来问的是，安尼代志敢通发生伫教会，也是基督的团体内底检通？毋通，咱绝对毋通，互遮个代志发生伫教会内底，安尼彼此无关怀、自私、家顾家己，千万毋通。为啥讲？因为咱的基督信仰，毋若是注重人甲上帝的关系，同时也注重人甲人之间的即个人际关系。阿门。即个基督团体，就是教会，是通过上帝的疼，以及伊圣者耶稣基督的牺牲，所一只来建立的，是用疼甲牺牲来建立教会。所以咱的教会内底必须要充满疼，彼此关怀。而且保罗通过哥林多前书，伊一只教示信徒讲，信心赏赐互信徒上大的恩赐是啥？信心赏赐互咱上大的恩赐是啥？但你边仔的人讲，就是听啦。啊，伊若是都毋知影听，你来念一个，互伊知。信心赏赐互咱人上大的恩赐就是啥？就是听。就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第9节所讲的，来，咱倒来读一解。今仔日咱所读过的经文，好无？这是新的台语的翻译吼，咱做来读，请。恁家己已经受到上帝的教示，爱互相相听。恁家己已经受到上帝的教示，爱互相相听。咱知影讲新约内底有真济保罗所写的遮个批信。今仔日咱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保罗写予教会的第一份批信。写予教会的第一份批信。当然，保罗伊写批予教会，伊的用意是要教导信徒应该爱明白的真理，以及因提醒因应该爱去遵守、爱去知影会遮的道理甲信息。当然，保罗会照各教会无共款的处境甲需要，来写无共款批的内容予因。总是咱来想看卖啊哦，这是保罗写的第一份批对无？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是第一份批。总是保罗伊讲一句话，伊讲啥？咱倒来读一解关的兄弟姊妹安那？三听的事，无需要万写啥物予恁。来到遮就好。保罗写予教会第一条批，伊对人讲，关系彼此相听的代志吼，我莫得安那写予恁啦，我无需要着加写。咱来想看卖啊，你是啥物款的情形下，也是对啥物款的对象，你会讲类似安尼的话，你会甲对方讲，我也免得甲你加讲，你拢知，你照安尼去行。你是啥物情形下，你会讲安尼的话？你面对啥物款的对象，你会讲安尼的话？来，细汉的时，咱的爸母安尼甲阮讲过无？好，啊，你家己即马做爸母的人，你有对你的囡仔讲过无？吼，锤仔摕起来，你倒爱我倒加讲。吼，毋免嘛，啊是讲咱的老师对学生，敢是嘛会安尼？师傅对门徒。长辈安那对即个时势，等等遮个，好，咱就会讲，我毋免加讲，你拢知影，你着照安尼来做。其实保罗一只个意思就是安尼，伊写批讲，我无需要倒甲恁加讲啊。意思毋是讲彼此相听的即个道理甲功课无重要，重要是讲恁既然知影了后，恁爱有行动，恁爱去实践，这是最重要的。而且保罗伊讲一句话，伊讲啥？恁家己一定安那受上帝教示，爱互相相听。保罗一只意思是讲，互相相听、彼此相听的道理是对旧约伊到新约，拢一直咧上帝甲咱教示的。咱读几段旧约有关相听遮的经文，咱做来领受，来咱做来读，请。
甲恁徛起的出外人，你着看因亲像本地人一样，也着听因亲像本身，因为恁也捌伫埃及地做出外人。我是上主，恁的上帝。好，这是即个利未记，倒来咱来看诗篇，这大笔所写的诗，做来读，请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哪里也好，哪里也欢喜。好，咱来看箴言智慧书安怎讲，请万分掠起纷争，仁爱掠砍拢总会过失。朋友不时相照顾，兄弟出世是要分担苦难。你看咱自旧约，上帝你教咱安怎？兄弟姊妹朋友之间安怎？互相照顾，相听相关怀。主耶稣即引带伊的门徒的时阵，耶稣首次互因一个新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是啥？彼此相听，对无？啊，到底这个命令是新还是旧？是新还旧？啊，啥耶稣都讲新。其实这背后小可口势，你知影无？啥互做新？就是自较早你讲的代志，拢无去做，拢无去行动的时阵，啊，这个命令就安那听做安那，那新的毋捌听过，因为安那你都毋捌听了，照安尼去行。保罗一只的意思真显然，是彼此相听的道理。我无需要到社会来加讲啊，照恁所知的，恁着去行动，恁着去实践，去他行出来。其实上帝也通过世间人的生活，来启示咱人应该爱彼此相听安尼的真理。其实咱也是详细，也是约略去观察咱的社会，也是讲来反省咱世间人的生活，咱一定会注意，也是讲意识到讲，咱的人类的社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生命共同体捌听过无？这个生命共同体内底关联性，会关联到讲人类会互相安那拖推受罪，也是安那彼此分福气。吼，意思是讲，咱人之间吼，若是安那，毋是互相拖累，啊无就安那彼此分福气。分福气敢听有？吼，分福气。啊，即个互相拖累受罪。我想，咱若是常常看新闻媒体，咱拢会看到安尼现象。咱拢常常讲赛车毋通安那，不能喝了再上嘛，对无？啊，总是咱常常看迄新闻，啉酒赛车的，啊发生代志，迄个赛车的人家己敢有代志？检测有代志，检测无代志，总是咱会发现讲，路面拢有一寡无缘无故来受伤死亡的人，无缘无故。有的人只是行伫路中，毋是行伫路中啦，路边啊啦吼，行伫路中当然去人弄。行伫路边啊，也是讲一边啊翘倒摆，甚至是坐伫家己厝内底客厅，都人因为啉酒赛车安那，造成伤害，造成死亡甲损失。咱发现讲，一个人做毋对代志，总是四周的人拢安那，拢受罪，拢是受罪。啊，彼此分福气咧。彼此分福气，咱朋友之间打招呼，咱敢会讲啊，进前分你的福气吼，啊，我真顺利，我真平安，有无？拢会互相咧讲嘛。啊，你来讲啊，无啦，顺手尔啦，啊，无小可代志啦，无啦，小意思啦。咱拢会讲安尼嘛，对无？啊，分你的福气，啥物货？啊，其实你会发现讲，咱虽然真客气、真礼貌安尼讲。总是伊存在有安尼一个事实，是咱的背后啊，对无？来，我问咱教会电梯，你若是两只手摕一堆物件的时阵，你敢有手通去试迄个按钮？啊，你敢有需要帮人帮你试？啊，时大要进入迄个电梯，因行较慢，门关起来，你敢会去帮伊砸门？啊，这敢是足大的动作？这顺手嘛？这小可动作嘛，对无？甚至是咱教会空间一寡小小的动作，一寡小小的关怀、付出者的行动，其实咱拢是分人的福气，来得到平安甲顺利，对无？
甚至咱看去发生火灾的时，常常拢有一群人全副武装冲入去火场内底，即群人是啥？消防人员嘛。为着火灾所造成的这个损失还是伤害，因冲入去，因就是要救人，不只是人，嘛来救财产。咱拢是即本人的福气，本人付出这个疼的行动，来得到平安甲顺利。甚至咱爱知影讲一件代志，在这个社会顶面，其实有一群人，有一寡人是点点伫背后去做这个善事。咱毋通千万想讲。咱过了平安、自由，这是理所当然的代志。我来讲，这拢毋是理所当然的代志。自由甲平安绝对毋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咱来看一段影片，来看互相相听关怀，其实会当来感染，会当来传落去。Sometimes I lay under the moon. I thank God I'm breathing. And I pray, don't take me soon, 'cause I am here for a reason. Sometimes in my tears I drown, but I never let it get me down. So when negativity surrounds, I know someday it'll all turn around, becaus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I've been praying for the people to say that we don't wanna fight no more. There'll be no more war, and our children will play. One day,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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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 day. It's not about win or lose, 'cause we all lose when they bleed on the souls of the innocent. Blood-drenched pavement, keep on moving though the water stay raging. In this maze, you can lose your way, In my job, you crazy, but don't let it phase you, no way, no way. Sometimes in my tears I drown, but I never let it get me down. So when negativity surrounds, I know someday it'll all turn around, becaus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I've been praying for the people to say that we don't wanna fight no more. There'll be no more war, and our children will play. One day, one day, one day, one day this all will change. Treat people the same. Stop with the violence, down with the hate. One day we'll all be free and proud to be under the same sun, singing songs of freedom like one day, one day,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I've been praying for the people to say that we don't wanna fight no more. There'll be no more wars, and our children will play. One day,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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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 Sometimes in my tears I drown,
will play. One day, one day, one day. One day, one通过这影片，咱会发现讲，即个疼的行动、关怀的行动，其实是会感染，其实是会传落去的，对无？啊，咱可能想讲啊，奇怪，最后这啉水的工人吼，伊较无接续落去的行动，伊较无继续传落去。咱敢会记得这个工人对头出现？你拢袂记啊？对无？一开始毋是有一个囡仔耍滑板勒残跋倒，是上来扶起来。就是即个工人啊，所以疼的行动，势一人得安怎？得转来到家己的身躯顶。所以咱人彼此之间，也是讲咱人类的社会，咱有互相安那亲人受罪，嘛会彼此分福气安尼的代志。做善事的人若多，分着福气的人就安那就多；做歹犯罪的人若多，受罪的人就安那就对咧多。今仔日咱的社会，若是有加较济安尼彼此关怀、相疼的行动，就当避免透过日本节目 NHK 所调查安尼，一个无缘的社会，造成真侪人无缘的死。咱若是要防止安尼的代志，咱得来付出咱的关怀、疼的行动。亲像保罗所讲的，我无需要再加讲、加写批，叫恁知影安尼去行。保罗除了提醒信徒爱彼此相疼以外，伊嘛通过伊第一份批信，爱来邀请、来请求初代教会爱尊重遐个调拨做工的传教者。关于这点，咱当倒去看无同款的圣经版本。保罗是用请求，保罗用拜托安尼的态度甲心情来邀请教会一定爱来听。爱来尊重遮个传教者、遮个传道者。其实教会若是做安尼尊重、疼谈传教者、传道者的行动，就是疼会遮个疼教会、疼耶稣的表现。其实嘛是彼此相疼的一种实践。佮真正的疼是包含尊重的，真正的疼是包含尊重。所以基督徒咱若讲，我要疼一个人。我要疼一个人，上时你来去尊重迄个人。佮我要讲的是，咱爱去尊重、去疼痛，也是讲去协助帮助的。毋若是在职的遮传教者、牧师，也包括遐个退休的牧者、退休的牧家、厝内底的人，咱相共款爱对因来付出咱的关怀、关心甲帮助。与咱知影讲，这退休的牧家，因一定一世人用因的性命来奉献、来调拨做工。阮相信，咱回头来甲因尊重、来甲因帮助，也是理所当然的。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退休传教士奉献之日，所以牧师一只用保罗的教示，一只来宗教，也是来提醒安尼一个教示。事实上，咱对遮个退休的传教者，咱真正毋若是一金钱的数额顶悬来关怀因，就亲像保罗所讲的，爱对遮个退休的传教者、牧师、传教士，对因尊重，对因用疼心来款待。愿今仔日上帝通过伊的话，来拍开咱属灵的眼光，通看出讲咱彼此相疼、彼此尊重，伫咱生活中间的重要性。甲意义，嘛是遮勉励咱真正爱去实践彼此关怀、甲关心安尼的教示，嘛毋忘互咱的教会诚做好的见证、好的模范甲款式，帮助即个社会诚做一个有温暖、充满疼的即个社会。无伫到即个社会是一个无缘的社会，有济济无缘死的人，一只来发生。嘛，请咱兄弟姊妹继续来关心。遮个退休的传教者，遮个牧家，遮个家庭，毋茫通过是金钱也好，
关怀各方面拢好，会当互因受到尊严，会当互伊受到尊荣甲疼痛。原来安尼做，都互上帝的听来实践自己的地面上。咱做伙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阮受好调，会当三甲自责，三甲实在，诚做兄弟姊妹。一天国，阮拢是你的子民。总是阮伫即个世间，检采是社会结构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愈来愈疏远。每一个人拢真无用，每一个人头壳想的拢是家己无用爱去完成的代志。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教会，当阮三甲自责的时，我会当合时将这代志放落，加较济来注目是阮身躯边的兄弟姊妹，无互阮开喙。就是咧讲事工，无互阮开喙，就是咧讲做工课的代志，乃是互阮真正注目来关怀阮兄弟姊妹，不管是心灵的需要、生活的需要，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来塑造一个教会好的款式，也愿主上帝，互阮堂教会会当成做一个真好的模范，互这个社会通过阮教会的这个感染。会当成做一个充满疼甲关怀的社会。主毋望你的气力、你的智慧来引带阮头前要行即个疼的即个使命。愿安尼向你仰望、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续，咱要来进行一个圣礼典。第一项洗礼式，咱大声献开圣诗354首。咱来吟全首，也请要洗礼的人员备万心来到咱的头前，咱做来吟。心心心花恩馨，坐高天东，满河红星。这点来宣布，阮得到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于世人中割活了后，还袂就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的权一定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教示因来遵守。搁我日日甲恁三甲伫地到世间的落尾。伫五旬节必着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
甲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信实的修饰，因为所应允恁的，是互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记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牧师一只也要安尼对恁来讲，恁着深信，恁着真实来反悔，搁逼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正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搁表明对信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接续牧师要来甲尤允珍甲尤允约做即个誓约的即个部分。即两个少年人真成熟，因为一进前伊有甲牧师讲台语因听无，听无情形下毋敢阿伯应。总是我有甲因解说讲，牧师问的是啥物意思？牧师问的啥物意思？所以牧师只豆豆仔读，恁详细听，详细听。有上帝甲兄弟姊妹作证，牧师袂甲恁阿伯问。第一个，允真、允约，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第二项，恁有要信息悔改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淡淡安尼。来第三项，牧师用华语好不好？你们要依靠上帝的救恩，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主耶稣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如此行吗？有，伊嘛用华语甲我应啦吼。好来，这点咱请咱的小会员来帮忙，这个点水礼的这个部分。好，接续要来头挂是完成这个圣灵礼，接续要来进行这个小礼的这个洗礼。请咱的4对家长将咱的囡仔来抱出来。
好，牧师一只读一段圣经节，这是有关耶稣对伊门徒的教示。这记载自马可福音。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要互伊摸。耶稣学生却甲因责备。耶稣看起安尼的代志，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适合人的。我实在甲恁讲，既然承受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入去。耶稣就抱因，甲因画手祝福。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要求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要用洗礼来传因，成做上帝厝内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因为等下牧师要惊细囝来甲受洗，牧师直接先来介绍咱的家长啦吼。那我们先转身面向会众。后来对我正手边要来受洗的是小朋友田宇杰，田宇杰跟大家挥挥手。好，宇杰的爸爸妈妈是田文义加蔡龙芳，文义加龙芳。后来一中要来受洗是这个以乔。陈以乔加陈以欣，以乔以欣跟大家挥挥手。好，以欣真歹势啦吼。爸爸是陈世勋，妈妈是陈怡婷啦吼。后来最后倒手边一只黄晴妍小朋友来挥挥手。后来爸爸就是约瑟加冠飞啦吼，这一人教会拢真熟。好，来。请咱向后转。这个囡仔绝对听无牧师这代问啥，所以一只爸母爱代替囡仔来誓约。你有要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要挖靠上帝所授予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囡仔，就用基督较好的行为来做因的模范，甲因培养，互因符合伫上帝国教会的法度也无。愿上帝的祝福临到你以及你的囝儿，来帮助恁来守这个约。这点牧师要来帮这个小儿来受这个点水的洗。
最后，咱要来进行信用个别的即个部分，咱请卢秀珠以及陈瑞迪、秀珠姊妹甲瑞迪兄弟来到咱的台前。来，咱徛较中，牧师一只来宣布，阮真欢喜，恁今仔日要来宣告恁的信，也甲阮有份伫即个共同的使命。毋望通过即个信仰个别，你会当成做教会一份子。进前恁嘛通过洗礼，已经甲主耶稣基督三角结连，但恁已经合适上帝对你甲万民的计划，你也捌入主的道来受到培养，受到来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即点你着来听圣经内底的话。以弗所书2章19节对22节安尼讲，安尼你无搁做外面人寄卡的，就是甲遮的圣徒共国，做上帝厝内的人，受起做伫遮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耶稣基督家己做厝角要紧的石，在伫伊既若所起的拢相联络，踮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你也踮伫伊三角受起做，成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即个厝。即点牧师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做伙起立。元秀珠姐以及瑞弟兄，因一早前已经受过洗礼，伊要通过信仰个别来成做咱堂教会的一份子。即点，咱做伙来陪伴因，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的个别，请。会场请坐。牧师一只嘛来宣布，通过恁一只公开的信仰的个别，卢秀珠以及陈瑞迪，恁已经表明恁的意向，恁嘛要持守恁自洗礼的时所下的即个约。阮一只用欢喜来接纳恁，来成做阮堂教会的一份子。阿门。只是请咱今仔日，不管是成人洗，还是小儿洗，信仰个别，拢来到咱的台前。等下小会员要来甲恁握手，来甲因做接纳。先来到台前哈。那我们向后转，好啦，因为要翕相吼，咱徛到后壁。好，熟悉人徛安尼就好，小会员徛即个台阶啦吼。
牧师还袂讲会当献花的。来，先不要急啦哈。啊，来倒翕一届，倒翕一届吼。好来，咱小会员会做就好吼，牧师倒一届来做介绍吼，啊等下才来送圣经，才来送花。好来，今仔日有来完成这个心灵洗礼，是这个尤允珍甲允约挥挥手，咱拍拍甲因热烈欢迎。好来，啊，接续信用个别无手通挥手啊啦吼，这卢秀珠以及陈瑞迪兄弟，咱挥挥手，咱拍手，咱热烈。对今仔日开始，因一定真做咱教会的一份子，以及咱的细囝陈天意啊，天意无来，来黄晴妍小朋友挥挥手，拍手。好，再来以乔以心，以乔以心挥挥手。好，最后田宇杰。特别是咱的细囝吼，咱爱协助遮的爸母，互因来到主日学，互因受到好的这个信仰的栽培，嘛是即个爸母因本身的信仰，咱嘛真做因的帮助甲扶持。好，牧师直接要敬上圣经，敬上圣经，互今仔日心灵洗以及信仰个别的兄弟姊妹。好，这是一个真欢喜的日子吼。牧师直接邀请咱做伙起立，牧师直接最后带因做一个祝福的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通过这个圣礼典，不管是心灵洗、小儿洗，还是信仰个别，对今仔日通过这个圣礼。对因来讲是一个新的开始。恳求主上帝，收束伊新的心、新的神之因内底，互伊生命有新的开始，互因未来不管拄到啥物款的代志，因拢会当回头来用祈祷仰望你。望主上帝，你的神帮助因生命更新改变，愈来愈成熟，愈来愈勇壮。也愿主上帝会当帮助这个细囝。特别是因的爸母本身也真做一个信仰好的模范甲款式，会当互因的细囝伫好的模范内底，以及信仰栽培渐渐长大，直到因受坚胜礼的时，愿主上帝，你的祝福，你的手势，常常临到至今仔日这个受洗以及信仰个别的人，愿安尼向你仰望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一届。鼓掌来甲因欢迎。好，会长请坐，咱会当先回座。好，接续，咱要来进行圣礼典的圣餐式，咱要进行圣餐式，咱献到圣诗。355首，咱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咱的心。
心内做模范，甘愿通过一生的演写，听的胜利达委托，将阮礼拜变做行动，心结生活做见证，找阮出去因听服务，冲突所在求和平，祈祷求你使阮听心，学你赦免无怨叹，我愿看见主你形象，比你抽象的世间。慈悲心性，张愿邀请其他人客来分享，胜利热情欢迎，收看轻易世双向，一路行无搁捆绑，破坏人类的和平。当阮甲你天使行道，欢喜乐永无停。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纳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三角守主的圣餐。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记纳归属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你记纳着无担重担的人，就跟我，我互恁得到安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甲恁三角伫地。咱嘛甲边仔人讲，愿基督的恩惠甲你三角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收，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来洗入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啉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保罗嘛安尼甲咱教示，所以即点咱伫领受这个饼甲杯进前，咱搁一摆做伙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就亲像你通过保罗所写的批信一样，你对早时就一直咧教示阮彼此相听安尼一个功课。恳求主上帝，你也会当互阮通过饼甲杯，就是基督的牺牲付出。当阮来啉食的时，倒一摆得到提醒甲反省。阮领受疼，总是阮敢有去付出疼。愿主上帝来陪伴阮的心，愿主你的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你逐摆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我的罪来拍破。咱逐摆食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请咱的长老。
当咱摕到饼的时，你通过这个饼来思想，你的人生行到呾，有通过偌济人对你的关怀，有通过偌济人对你的关心甲帮赞。主上帝通过你四周围周边的人对你所付出的疼，你敢有去感恩去领受？这是第一个咱爱思想来感谢的。上帝一直通过四周围的人，伫帮助咱，伫疼咱。总是第二项，咱嘛来反省，咱领受疼，总是咱敢有去付出疼，咱敢有去关怀咱四周围的人，敢有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当咱摕到饼的时，咱安尼来祈祷、来反省，嘛一直来感谢主上帝一直以来对咱的疼甲关怀。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是基督身躯为着你我的罪来拍破。咱每一届食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伫伊的宝血来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行呢来纪念伊。各位兄弟姊妹，当即个杯是新约，是听咱的主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来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长老。各位兄弟姊妹，当你摕到杯的时，你着用安尼来思想，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伊的宝血，咱所有的罪，拢得到掠砍。因为咱的信，主上帝看咱是好，上帝因为基督的宝血来疼咱，总是咱嘛来反省。
咱领受上帝的疼，咱的罪受到掠砍。总是咱拄着人甲咱得罪、甲咱攻击、甲咱误会、甲咱误解的时，咱敢有要去掠砍别人、撩下别人安尼一个困难？当咱摕到杯的时，咱安尼来思想，上帝是遐尼啊疼咱，总是咱有法度嘛照安尼去疼别人、掠砍别人的罪无？当咱摕到杯的时，咱用安尼来反省，咱用安尼来祈祷。亲爱兄弟姊妹，即碟咱手内所摕的即个杯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流出伊的宝血来设立的。咱每一届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做来领受。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表明基督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角伫地。咱嘛用咱边人讲，愿基督的平安，甲恁三角伫地。咱搁一届做伙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会当互阮通过圣礼，倒一届来领受基督的体，以及伊的血。愿主上帝会当互阮每一届啉食伊的体的时，心内会感觉痛疼，因为这是阮的罪所造成的。因阮的罪伊受逼迫，肉体受拍破。也愿主上帝会当互阮未来领受杯的时，心内会感动，因为就是伊的血，阮才会当伫你面头前，互你看做好，互你欢喜甲感纳。也愿主上帝今仔日，你教示互阮即个疼的教示，
会当通过饼甲杯，倒一届深入伫阮的灵命内底，会当互阮伫礼拜结束了后，去行出来，去实践即个听的即个教示。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互即个圣礼典无一只白白领受。愿主你的神继续来引带阮头前正诚的道路。愿安尼向你祈祷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的圣礼典就到这。咱接续来进行奉献。感那阮所会将车起念念奉献的诗。这是我来报告，你报告的大声，咱三甲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这个算第一面吼，我来读一遍，等下做伙来读两遍。兄弟姊妹，请恁着敬重，伫恁中间得着我，也是主竞选来指导，甲劝勉恁遐个人。记载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请兄弟姊妹，请恁着敬重，伫恁中间着我，也是主竞选来指导，甲劝勉恁遐个人。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兄弟姊妹，请恁着敬重，伫恁中间得着我，
也是主竞选来指导甲劝勉恁遐个人，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节，继续来掀开第2面消息报告。本主任是大港节的第3主任，由青年做伙来点大港节第3期喜乐的蜡烛。第2，今仔是退休传教士奉献主任，请为事工代祷甲奉献。暂时我也是为着这个我代表啦这个总会团福会来遮甲咱做一个细写兼报告我这2年拢是受推派加做咱新德中会去到总会团福会来关心这牧者参与一寡事工总会会选今仔日正做退休牧师传教士的主任，我想就是伫即个天气真寒冷寒天岁末年终的时候的时阵，搁伫迄个圣诞节的暗时的时，感恩节的时，特别来孝念这退休的传教士啦过去即个咱堂教会对即个退休传教士奉献今年迄个旧年拢总是有126892块嘛真侪会友，逐个月拢有咧摕即个奉献，毋是干选今仔日咧奉献尔。普通是我看真侪有会友感动，拢为即个奉献。这爱互咱知影就是讲，即5年来平均即个团福会，咱拢知是咧照顾遐退休的牧者，是讲咱即摆在职的牧者，嘛是拢有咧关心在职牧者拢咧关心安怎，就是包括身体检查迄个保险健康保险各方面，团福会拢对咱遮在职的牧者是目前有做即个工课。退休的牧者搁有一种叫做安养金、安养金，一个月看发今年是发7000，但是因为每一年敢若拢有欠缺平均差4000万左右啦当然咱嘛保障这牧者，咱讲袂使到时发袂出来，你知意思无？这退休金到时发袂出来，安尼嘛毋好。当然牧师有伊个，咱有交总会有这负担金。迄个其中一个月有退休金，当然有退休金啦但总是退休金伊嘛是会愿意，你知意思无？搁有一个月有安养金，但是对每年度对7000块，改落来降来到6000块啦为着要互即个算讲会当搁行较长的路会当较好的保障啦无提早开了到时煞无够钱这第一项甲咱讲。目前即摆受光顾啦受照顾的牧者拢做退休的牧者有668户，660有差1023个人包括牧者牧师娘也是讲夫妇就对啦，牧者的夫妇拢就1000几个咱会想讲，这退休的人会愈来愈侪啦咱知影有最近的成长愈来愈侪平均啦我。照迄个团福会遐个资料平均往生一档差不多40通个啦往生会去，增加会要到50个啦，40到70，安尼有一个意思就是中间遐部分就是还阁留伫，还阁咧甲咱服侍，也是讲一个退休者还阁咧服侍特别伫即个寒天的时阵像讲有一寡较咱内底阁有一个叫做算讲爱慕之友，爱慕之友的话，伊的意思除非这正常的安养金以外，各种爱慕之友。伊的意思就是讲，牧者甲年老的时阵咱知影，当然你若有囝儿孙，会当甲养饲创啥那当然 OK。嘛有一寡甲2个人翁仔某伫的，嘛有一寡输，甲剩一个嘛有就意思讲无缘的社会其实牧者有当时有会有即个情形啦无缘的社会所以到总会
用即个机制吼，就是咧关心者，吼，拢甲因照顾、关心吼，啊，甚至探访。啊，譬如讲我吼，代表新竹中华直接探访咱遮新竹中华遮退休的牧者，还是在职的牧者。有个人因太太过身吼，就中立一间教会，吼，毋是咱中乐会，是迄个西美中会。啊，牧师娘40几岁就过身去啊，吼，啊，我就代表团乐会去甲伊慰问，吼，共款意思。啊，是甚物人去即个，吼，即个入院大院开刀手术，咱团乐会嘛拢会到即个去甲因慰问，对遮牧者啦，吼。啊，这就是团乐会咧甲咱做。除非这以外，咱一年内底拢有一个年会啦，吼，拢差400几个，吼，啊，或者退休的牧者会当伫迄个所在。吼，啊，大家相见面，相欢喜，啊，包括咱遮黄美芬牧师娘，今年嘛有去参加，吼，伫头份的所在，陈英美牧师娘，吼，嘛拢有参加，吼，即个拢服务着啦，吼，啊，搁咱较早陈伟洲牧师娘，拢有去啦，吼，啊，这就是团体会甲咱做的事工，啊，总是拢爱经费啊，所以也透过咱会友的奉献，吼，这是真要紧啦，我伫遮特别甲咱提醒啦，吼。第三，举行圣礼典吼，咱已经第2场已经有举行吼。即个下主日12月2日是圣诞的赞美礼拜，啊，第1场、第2场合并啦吼。即个10点开始啦吼，啊，欢迎邀请吼，即个亲朋好友做伙来参与啦吼。啊，特别啦吼，伫迄个21暗吼，21号的晚上吼。圣诞晚会吼，咱几点开始？敢知影？吼，7点开始啦吼。当然咱拢爱参加，较要紧的，要求咱一寡亲朋好友啦吼，特别遐未信者会当来参与，共同来欢喜庆祝这个圣诞节啦吼。啊，来这个大港节第4后礼拜是大港节第4主日。由主日学来点大港节第4期的낮钟吼，啊，今仔中昼12点半吼，夫妇团契交妇女团契有举办这个医学讲座吼，啊，特别请尤文斌尤医师来甲咱关于这个泌尿科这个问题吼，啊，特别夫妇团交妇女团契有甲咱准备便当，吼，今仔是无爱餐啦吼，但是呢，参加的人有便当啦。吼，有甲咱提供便当吼，啊，做伙来听每一个人，吼，不管遮嘿，拢会拄到即个泌尿科的问题吼，啊，咱来听尤医师吼，来甲咱分享吼，甲咱解答一寡问题吼。来讲教会消息啦吼，为了减少即个纸的用量啦吼，啊，对今仔日开始试用吼，先试用新的周报的款式吼。啊，奉献的明细，甲小组的代祷，伫4楼公报栏拢会当来看。若有需要，也会当向办公室来摕。啊，我是讲要，毋是家己要看尔，是说要摕互遮有奉献的人，啊，要互伊看。啊，你会当甲办公室摕，啊，要关搁较一步，还是可以会当到办公室来摕啦，吼，摕遮即个资料。啊，当然，这是所谓试办的意思，就是讲有意见，吼。可以在会当搁再甲办公室讲吼，会当搁来调整啦吼。先看安尼吼，毕竟较简省，这么拢咧注重即个环保啦吼，环保吼。啊，另外留咧用即个网络啦吼，咱当上网嘛会当查咱的资料，你知影说手机啊嘛有法度呢吼，看咱的网站吼，这内底拢有照两个吼，教会的网站吼，咱这内底拢有吼。用手机啊，甲用的就拢有即个，吼啊，即个是 FB 的网站，吼，但会当用，吼手机的人，吼直接就当用即种来念资料拢有，吼，包括遮奉献啦，包括要爱的资料拢有，吼，即当互咱做参考啦，吼。第2点吼，今仔日有迄个分2020款迄个行事历，也是迄个各区团契的聚会表，啊联谊卡，吼。啊，即个业历、月历吼，到4楼的迄个交易室遐签名，1户1本啦吼。
有订圣诞歌的兄弟吼，到办公室来领取。教会消息啦吼，即个2020年全国妇女人才训练会啦吼，1月16到18，伫中华人才训练中心，若有意向，请向尹丽芳会长甲甘碧辉副会长到12月20来截止。遮圣诞节的系列活动吼，传播喜乐好消息。我迄阵有讲过啦吼，21暗吼，就是暗会；22暗就是圣诞赞美礼拜。伫即个社区报佳音啦吼，来到4楼公报来登记。会友的社区也是家庭，目前有屋顶2间吼，伫仁爱养护中心吼，交大溪的迄个家庭日照中心吼，目前是屋顶，其他会当阁继续来报名吼。咱请牧师补充报告吼。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一只做介绍甲补充报告。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王美丽姊妹，是倒位？帮牧师带有看者，是外口吼，无看。有吗？有吗？举手一下。王美丽吼，是后壁咱拍破蛋，欢迎。好，欢迎恁，好，请坐。请坐。好，来，接下是这个一定晚下允真允约的亲友啦，吼，我想是尤王斌医师甲美智姐因的亲友甲朋友啦，吼，听讲都有大学团契的遮的朋友拢来到咱中间，好不？我们一起起立哈，接受我们的欢迎。欢迎，请坐。毋知咱卢秀珠姊妹，你厝内底人也是朋友有来无？无吼，随有吼有啥？来，咱随伫兄的遮的亲人起立者吼，咱大因拍破啊，大因欢迎。好听讲等下有即个讲座吼，有医师要甲咱讲即个难以启齿的泌尿问题啦吼，咱做去听的都袂难以启齿啊啦。好来，一只牧师最后要讲的，就是针对今仔日洗礼。洗礼其实甲婚礼相共款，是一个开始。婚礼办落请赢，无代表讲婚姻的成功。洗礼嘛会相共款，真侪普仔声献花，甲你祝福，总是重点是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毋望咱的教会会当协助今仔日洗礼、小儿洗礼，也是信仰个别或者的兄弟姊妹，帮助因夫妻因及未来正成的道路，拢有咱的帮助甲关心。以上。三甲来上映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会众请起立。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
愿三位体上帝你听的气力，甲阮支持，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祝歌。入要定乐的进前吼，咱请医生来补充报告吼，伊要介绍这个圣诞晚会的代志吼。望大家拢招一个人，好无？咱大家拢招一个。比如你的厝边啊，讲阮有圣诞的晚会，结束以后那个厝边哦会得到很棒的福音礼物。所以咱即届的圣诞青年阁有一个小戏剧要演互大家看。所以圣诞拜几哈？拜六几点？7点请大家招你的好朋友甲厝边做伙来参加咱12月21号礼拜六晚上的圣诞晚会。好，谢谢。定乐密导。起立，咱互相行平安礼，大家请安耶稣听你，圣诞快乐。好，咱这边